今節講出呢個2歲阿叔66第13節安樣講到，從日則媽媽安慰你，上帝才樣安慰切家了。詩篇記103第13節安樣講到，從切家嘅爸爸錫家嘅阿娜，上帝才樣錫攏做人要尊重佢啦，每人要尊重上帝，要錫上帝。上帝嘅錫有個睇比自家嘅阿爸錫家嘅阿娜，嗱，才讓人自家親近上帝。可能兄弟姊妹寫緊你喺度，知道你爸爸、你媽媽嘅錫，唔夠吹你嘅身份。我係講兄弟姊妹聽，唔好灰心，因為到很有日子，上帝最錫自家嘅，阿薩自家係尊重佢，相信佢。佢嘅錫唔是切合在你嘅生活中，因為到從日則爸爸錫佢嘅阿娜，上帝才用錫自家；從日則媽媽安慰佢嘅子女，才用上帝安慰自家。親近上帝，自家得到佢嘅恩典，佢唔是離開自家，唔是讓佢自家等啥，思想自家同在，帶自家行呢個社會嘅日子，帶自家心理，大家得勝，阿門。